7日頭一日嘅清晨，婦女帶香料到墓前，忽然地大震動，石頭滾開，有使者坐在石頭上，看守嘅人嚇得慌亂。天使對婦女說：主耶穌已復活了。無奈只係剩低嗰絲布。主耶穌復活之後，曾經向門徒顯現。今日你有遇見耶穌嗎？佢就活在每一個信徒嘅心裏。看啊，我站在門外叩門，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嘅，我要進到他那裏去，我與他，他與我一同坐席。你只要口裏認耶穌基督為主，心裏信神，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聖經記載，那日就在一霎時，眨眼之間，號筒末次吹響嘅時候，因號筒要響，死人要復活，成為不朽壞的，我哋也要改變。耶穌被交給人，是為我哋嘅過犯；復活是叫我哋稱義。